社会行为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，涵盖了心理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多个学科。社会行为的实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在群体中的行为模式，还能揭示社会规范、文化背景以及环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。本文将探讨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行为实验，并分析其所带来的启示。一、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。1961年，心理学家斯坦利·米尔格拉姆 （Stanley Milgram） 设计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实验，旨在探讨人在权威面前的服从行为。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参加的是一项学习与记忆的研究，并被指示给予学生，实际上是同伙、电击，以测试其学习能力。随助学生错误回答问题，电击的强度逐渐增加。尽管参与者表现出明显的焦虑与内疚，结果却惊人地显示，大多数参与者最终服从了权威的指令，即使这意味着对他人造成伤害。这项实验揭示了人在强烈的权威压力下可能会违背自己的道德信念，对社会规范的服从程度远超过预期。二、阿希的从众实验。哈利·阿希 （Solomon Asch） 于195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从众实验，探讨个体在群体压力下的行为。实验中，参与者与多名同伙一起参加一项视觉判断测试。在每次测试中，同伙们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，以观察主观参与者是否会随之改变自己的判断。结果显示，许多参与者在面对明显的事实时，仍然选择跟随群体的错误答案。这表明，社会压力能够强烈影响个体的判断与行为，从而显示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性与从众性。三、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。阿尔伯特·班杜拉 （Albert Bandura） 于1961年进行了著名的波波娃娃实验，探讨了观察学习的过程。在这个实验中，班杜拉将孩子们分成两组，一组观察成人以暴力方式对待玩具娃娃，而另一组则没有这种观察。随后，所有孩子都被允许与娃娃互动。结果发现，那些观察了成人暴力行为的孩子，对娃娃表现出了相似的攻击行为。这一实验证实了社会学习理论，指出行为并不是仅仅通过直接经验获得的，社会环境和观察他人的行为也会对个体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。四、罗斯塔的穷人与富人的道德实验。在一项针对社会阶层的实验中，心理学家罗斯塔 （Rost） 调查了富人和穷人对道德问题的不同看法。研究显示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在道德判断上较为冷漠，倾向于强调个人责任，而低社会地位的人则更容易展现出对他人的同情和关怀。这项实验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个体的道德观念，并强调了在不同社会背景下，人们对社会行为的理解和反应是多么不同。五、实验伦理与现代社会行为研究。随着社会行为实验的发展，伦理问题逐渐受到重视。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后来引发了广泛的道德争议，许多学者开始强调实验设计的伦理性，并制定相应的指导原则。在现代研究中，研究者必须确保参与者的知情同意、隐私保护，以及在实验过程中避免对参与者造成心理或情感上的伤害。如今，社会行为的研究不仅限于实验室内的控制环境，还包括田野研究和观察法。随着技术的进步，大数据和社会媒体分析等新兴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社会行为研究中，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数据来源和分析工具。六、结论。探讨社会行为的实验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重要的视角。通过米尔格拉姆、阿希和班杜拉等人的研究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环境、权威影响、观察、学习等因素在塑造个体行为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。
然而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伦理标准的提高，未来的社会行为研究将更加注重参与者的福祉和权益。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会的时代，深入了解社会行为不仅对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有重要意义，还对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社会互动、道德抉择及文化差异提供了深刻的启示。通过这些实验，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，也能够增进对他人的理解与包容，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。